台南市林古迹德基洋行内底有5个所在，互游客转囡仔。所发现有游客甲囡仔黑白转伫咧桌啊、壁倒含虫啊拢是。官方是提醒游客毁损古迹违反文字法，上重会当罚关5年，罚2000万。民众摕德基洋行的限定囡仔当伫咧收集纸，就是要摕来做纪念。也毋过详细甲看，毋但壁倒有即个囡仔的图样，连窗仔门拢有。其他游客看到这款情形，嘛感觉伤撼过。就是他可能有点有碍观瞻，然后就影响整个展览的整体性。我觉得如果有其他游客，比如说外国游客来，可能会觉得，就是台湾人的素质嘛。台南市林古迹观光景点德基洋行经过1年的整修甲换展，今年以全新的面貌甲游客相见，更加推出双色展，提供5种囡仔予游客收集，想袂到去互民众黑白转。针对这个情形，台南市文化局也提醒民众，若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，会当处半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并罚5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的罚金。所以呢，后续呢，我们应该会请传统匠师呢，来就这个白灰壁的一个表层呢，进行一个清洁以及维护这样子。不过呢，还是真的在这边呢，向民众能够呼吁哈，就是说污染古迹的墙面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。受损的铺设墙面经过初步的检视，确认敢若污染表面无渗透到中央甲底层，古迹的结构嘛无受损。也毋过，游园是需要专业人员以传统的工法进行清洁甲修补，为着避免类似情形搁发生，后续已经强化现场管理，搁伫每一个站点设牌仔，提醒民众莫黑白甲设施也是壁倒转因仔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